舊年12月10號，我經歷過一場交通意外，當時送入醫院，滿面都係血咯，可以講老媽子都唔認得啦。馬上同我照 X 光咯，照到我個骨頭裂咗，下巴都喐唔得，頸椎大節都裂咗啊！第一個手術係做下巴咯，醫生同我用鐵線綁住我個牙肉咯，講係2-3月淨可以拆。第4日之後又做我個面部咯，醫生幫我用鐵片、螺絲綁住我個面咯，我嘅面仲係唔喐得，所以食嘢不方便咯，可以講用水草飲奶嘅。我喺醫院住咗2個星期，我就出院咯。第1個星期返去覆診，醫生講我下巴好得好快，我就提早拆我個鐵線咯。本來我個頸椎都要動手術嘅，醫生檢查過後，佢講唔使動手術。我感恩黑芝麻精華素俾我好得好快，我感恩我老婆咁有愛心照顧我。當時我啱啱好出開門，我一接到電話嘅時候就馬上趕返嚟，到咗醫院睇到我老公成個面都包紮住，佢個面完全都唔喐得，因為一喐就好痛，睇到佢真係好心痛。醫生講需要做3次手術咯，面部要做2次，頸部就需要做1次。佢一可以用水草飲嘢嘅時候，我就將2粒黑芝麻精華素侵入去。飲水嘅時候我就俾佢食，飲奶嘅時候我都俾佢食，所以一日我可以大概食到有10幾粒。我自己都有食，因為佢住醫院10幾日都係我照顧佢嘅。每個晚上我只可以瞓喺冷老椅嗰度啊，所以我個腰骨一路都唔會痛，唔會酸，人都會好精神。感恩黑芝麻精華素，感恩雪潔。